岛市邦桥这间幼稚园，老师甲囡仔饲爱困药啊，引发到各界的关注。为了要避免类似的状况来发生，高雄市长陈其迈讲，伊爱高雄市政府的教育局、卫生局、社会局联合来稽查，重点是锁定相关医疗院所开药的状况。啊，连锁的幼稚园嘛，伫今仔日全面彻底来清查。的这一波查，我们也会锁定这些相关的这些药品啊，包括在整个药局或者是诊所等等这个部分来看这个药品的来源是怎么样，也会同步的由卫生局主责来做一个在一般的诊所跟医疗院所在这个使用开立的状况来做一个清查。陈其迈讲，伫药品管理这个部分，会针对着高雄目前的状况做全面性的调查。除了检视药品管理的机制，嘛会同步了解到各地幼稚园管理的状况。晚间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World News 9，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